后来继续来看国内的疫情，昨有一个境外散入的病例，是一个30多岁台湾籍的女子，为柬埔寨来回国，检疫的期间采检拢是阴性，一直到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，回到社区才确诊患着病毒。这到底算是境外散入，也就是本土的个案呢？指挥官陈时中讲，也搁咧做疫调。有专家认为，新冠病毒潜伏期有14天。 推测，离国外患着病毒的几率较大。甲伊接触的4个家属拢是阴性。讲这个女子，伫解除隔离了后，有转去宜兰，也毋过敢若到徛街附近的超商买物件，超商嘛已经完成消毒，员工嘛拢是阴性。 进前才发生中研院助理研究员为着病个案，和本土疫情35天零确诊破功，即摆又搁出现一个境外移入的个案，而且是转到社区的时才确诊。一个暗号16859伫11月26为柬埔寨入境了后，12月11解除居家检疫，进入自主的健康管理，也无检疫采检拢是阴性，一直到13楼听起就医14确诊，足足入境第18天才被发现，而且病毒量真悬。有医生认为讲，感染源有可能是来自 防疫旅馆在防疫旅馆里面的疫调跟在社区的疫调都会同时的进行。足迹非常少只有1个，但是因为它那个是一个相对是一个商店，但这时间很短，我们都掌握到相关的人，主要是老板跟店员。那目前检测也都是阴性。 这到底是算境外是本土的个案，中央地方看法无同款。不过春节7+7的方案已经实施啊，即马又搁发生这个个案伫自主管理期间确诊，惊讲这个病毒造成社区的风险。对，可能还是在那个国外，新冠病毒的潜伏期呢，99%是在14天之内，所以就是有1%的漏网之鱼，病毒量很高，不一定表示说它一定是在旅馆得到感染。当然，在旅馆得到感染的可能性不能够完全排除。 专家认为，这毋是伫社区感染的，不过面对春节检疫要实施啊，即马国内已经有3个境外移入，如果有 Omicron， 那呢春节的方案敢无要较严呢？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。我这边跟大家强调的7+7是比以往，就是我们在春节的方案都要来的严格那所谓7天的一个集中检疫，加上7天的居家检疫，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。虽然台湾目前的疫情要算是稳定，不过就惊讲时到要加严的时，已经未赴阻止病毒的扩散啊。所以讲检疫政策每行一步，拢爱详细考虑。